来吧。点10块钱。来，给我那个空心钻个。进去了吧？进去了，但全是硬的，上那个4.3的钻。我们扶一下这里。对，我们先把镜头和远端先固定，固定完之后，然后看一下位置怎么样，再打剩下的。磊哥，先透一下。先看正位。这个还没贴了，我没拧紧。这是最下面那个钉子，那个地方打2个钉子就足够了，然后再加一个横钉。看远端。远端可以，要不就分散打，这里打一颗，这里打一颗，然后在远端打2颗，问题不大了。这里面還有一層硬化的東西。好，可以。來350的釘子。這350。後面再打一顆，好吧？好。2個手扶着電鑽，對，你稍微可以往裡面壓一點，往下壓一點，你不要撇它了。對，就是你這個電鑽不要是這種弓形的很容易把鑽花斷在裡面了，就順着它進去就行了。啊，測，你自己來感受一下。把它伸過去。對，撇住，然後往回拉。